家好，我哋係嚟自英華女學校嘅隊伍 Deadline Fighters。咁今日我哋會同大家介紹我哋應用程式長者運動樂 Elderly Fit Go。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港而家面對住人口老化嘅問題。咁根據世界慈善協會2025年嘅調查，超過80%嘅香港長者受到痛症困擾，可見解決長者健康問題將會成為燃眉之急。而我哋程式嘅目的就係為咗緩解長者所面對嘅問題，針對相關佢哋嘅問題。而第一就係公營醫療服務需求大，咁長者就難以獲得及時嘅協助，所以我哋希望可以透過幫佢哋培養恆常嘅運動習慣，去到從根源上預防痛症。第二，隨住年紀增長，長者咧就會受到唔同嘅痛症影響啦。咁佢哋亦都對運動咧有錯誤嘅認知啦。咁所以我哋會為佢哋提供清晰嘅運動方向，令到佢哋可以舒緩佢哋嘅痛症嘅。而第三，有研究指出，有70%嘅網絡內容咧都含有錯誤嘅成分啦。咁長者誤信咗呢啲咁嘅錯誤資訊咧，去運動會增加佢哋運動受傷嘅風險啦。咁我哋嘅程式亦都會為佢哋提供正確嘅運動指導，避免佢哋因為做錯運動而受傷咯。咁我哋嘅終極目標就係透過運用科技，打造一個具發展潛力啦同埋持久性嘅應用程式。咁而家就讓正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應用程式長者運動樂啦。咁我哋嘅程式其實就具備旁白功能等嘅長者友善設定，就可以通過簡化操作模式，令長者更加容易上手。咁大家都可以見到手機屏幕嘅第一行設施地圖呢一項功能，呢一項功能就可以令長者附近嘅運動設施一目了然。咁接住落嚟，我哋就為大家講解一下長者運動樂嘅特點。首先，我哋會透過評估為長者制定一份具安全性同埋個人化嘅運動方案。相信透過評估嘅問題呢，我哋可以幫助到長者揾到真正適合自己嘅運動方法嘅。其次，我哋亦都會定期送翻一啲每月每年回顧俾長者，分析佢哋嘅運動情況，以便我哋可以提供翻一啲專業嘅意見俾佢哋啦，同埋一啲明確嘅改善方向嘅。而喺教學影片方面，我哋會同大學嘅相關學系就好似運動科學系去合作，確保資訊嘅來源係專業同可靠嘅。影片清晰咁展示咗運動嘅過程同埋注意事項，長者亦都可以透過跟練模式去調節適合自己嘅節奏，降低受傷嘅風險。而我哋亦都運用咗現有嘅人工智能技術 MediaPipe， 透過偵測模型去進行全身骨骼定標同埋實時嘅數據比對。一旦長者做錯動作，我哋就會即時暫停影片嘅播放，並且發出語音提示，避免意外發生。我哋嘅程式亦都包括咗積分福利嘅制度啦。咁我哋會以提升佢哋即係長者佢哋去運動嘅誘因啦。咁我哋亦都會同社企即係好似長青網咁樣去合作，咁去推出一日遊體驗班同埋優惠券等嘅福利。咁希望可以即係拓展一下佢哋嘅興趣，咁長遠嚟講，其實都對佢哋嘅心理健康有幫助嘅。我哋為咗吸引更加多長者去下載同埋使用我哋嘅應用程式，我哋將會分為線上同線下兩個渠道去進行推廣嘅。喺線上方面，我哋會喺長者常用嘅平台發放宣傳影片，亦都會喺最強生命線等嘅健康節目上面宣傳。咁都明白到有啲長者可能唔善於使用手機，所以喺線下方面，我哋就會同社區中心合作舉辦課堂，使佢哋教識佢哋點樣去操作我哋呢個應用程式。其次，我哋都會同社企餐廳，就例如銀杏館合作，佢哋以長者為客戶，咁我哋就可以同佢哋一齊去推出優惠吸引長者。我哋相信通過從長者嘅日常生活入手，可以提升應用程式嘅知名度同埋下載率，達至將長者運動樂推而廣之嘅目標。咁喺程式嘅收支情況方面呢，我哋係會以非牟利機構作為營運模式嘅。咁喺支出方面就主要分為一啲營運費用啦，同埋宣傳費用等等。而喺收入方面呢，初步嚟講，我哋希望可以申請多啲政府嘅資助計劃款項。而長遠而言，我哋相信可以透過廣告收益，而隨住客戶嘅增加呢，可以有信心達到收支平衡嘅。最後，長者運動樂，身心常安樂。我哋希望可以透過應用程式推動到長者自主運動啦，緩解佢哋痛症問題，最後幫助社會減輕醫療負擔嘅。多謝大家。